利用防火牆去加強資訊保安咧，係相當明智嘅。不過以 Windows 防火牆為例啦，如果你揀咗不允許例外呢一個選項嘅話啦，佢會喺冇通知你嘅情況之下，自動封鎖咗一啲上網需要用到嘅程式，咁就可能會導致到你上唔到網啦。要解決呢個問題咧，都好簡單嘅啫。首先你揀開始，然後揀控制台，再揀 Windows 防火牆，然後取消選擇不允許例外呢一個選項，咁就可以噶啦。另外咧，你仲可以將特定嘅軟件咧加入例外清單嘅喎。個方法咧就係 click 開始，然後揀控制台，再揀資訊安全中心，然後揀翻 Windows 防火牆，然後揀例外分頁，再撳新增程式，然後你就可以揀你經常用嘅程式，例如 Internet Explorer 或者 Firefox 瀏覽器，又或者係你想玩嘅網上遊戲，再撳確定加入就可以噶啦。